规个社会都在担心，美丽的宝岛能够安居乐业吗？会不会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？我有意在此向全国人民宣誓，捍卫台湾民主自由。我们是自己决定如何生活的一代人，是想照亮别人的一代人，是依然心怀感激的一代人，是勇敢表达、善于倾听的一代人，是无惧前路荆棘的一代人，是终将闪闪发光的一代人。别总对我们这一代投来拒绝的目光。这一代人应该怎么，将会怎样，请交给时间，让我们自己来